俾大家三尖八角。真心於沒有益處，能於吸收嗎？教學也能卻自然出家，人已才是正道，海濱是黑馬，一生三尖八角，誰願碰它？如果就去間空心的他，明知棘手的我，又站得不肯軟化，情從來想要付難被人喜歡的代價，當小子你終於都揀了他，對嗎？參照你所講，來假裝可愛，不想得到錯的喜愛，其實還是自在。